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晚安。真欢喜，咱会当三甲做伙用祈祷来敲找上帝的心意，好唔好？邀请咱三甲伫要领受，做伙来祈祷，做伙来读经，甚至做伙来享受伫祈祷的中间，上帝所要赏赐予咱的平安以前，邀请咱将咱的手机，将咱身躯边做项杂事，咱拢先放下。伫整个的过程的中间，当咱咧观看即个祈祷会的影片的中间，咱是祈祷的时，请咱将目睭闭起，甚至咱会当伫音乐的中间安静的内底，咱做伙用祈祷，咱所求的上帝来恳求，相信上帝带念伫咱每一个人，无论你伫环境的中间拄着什么款的威胁、病痛的影响。咱拢悠然会当伫上帝面前，求上帝的圣神帮助咱，呼求上帝亲自伫咱的心灵顶面来用助咱，好唔好？邀请咱做伙搁一摆，同心用一条诗歌叫做《祈祷的快乐》，咱做伙来吟，求上帝圣神成做咱的帮助，互咱会当伫祈祷的内底，会当带来教义的快乐、丰盛的稳定、丰盛的美妙。伫咱的生命中间，也要大大赏赐予咱。咱三甲用这首诗歌来做伙主回应，求上帝当接纳咱的祈祷，嘛求上帝会当回应。伫咱伫祈祷的内底，是上帝大能的快乐，要一咱搁一摆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显明上帝美好的心意。咱三甲做伙来念。你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你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你的祈祷。互阮伫安静的内底，阮相信阮的祈祷要通到伫你的面前，成做有芳芳的祭。愿上帝你赐福，伫阮今日每一个兄弟伫你面前的祈祷，经验圣神大能的快乐。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你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你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的磐石上，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是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当咱伫伊的面前用祈祷，搁较侪时间付出的代价，上帝搁一摆透过，互咱伫耶稣基督的内底，要将平安大大赏赐予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心着开阔，互咱伫祈祷的中间着开阔的心灵来主恳求。相信上帝要应允咱伫伊面前的祈祷，因为伊信实的所做应允的祈祷，要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显明。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
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阮清楚知你是信实的上帝，伫每一个伫你面前的呼叫，上帝你拢要听。愿一切荣光归乎天父主上帝，靠主耶稣的名恳求，阿门。兄弟姊妹，上帝是听咱正人的祈祷。当咱三甲来到伫伊面前的时，上帝意爱咱来亲近伊。咱搁一摆三甲伫主的面前，咱做伙来为着几项事来恳求上帝。上帝意爱咱会当来亲近伊，是要爱咱用祈祷来敲做上帝的心意，好毋好？邀请咱三甲为着几项事来祈祷以前，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看一段圣经节，记载伫圣经伫雅各书第5章第16节，咱三甲做伙来看。圣经雅各书第5章第16节，上帝话安尼讲，所以恁着互相认罪，三体祈祷，通互恁得到医好。义人的祈祷有大功效。上帝听咱，是因为伊知影咱拢有罪过。人甲人的中间，拢需要上帝的气力的帮助。咱互相伫主的面前，为虾米要祈祷？咱三甲做伙祈祷，为着就是会当伫主的面前来认咱的罪。当咱三体大祷，当咱三体祈祷的时，上帝要将大能的气力大大赏赐予咱。所以咱三甲伫主的面前，咱要祈祷，毋但带来气力，嘛要带来医治大能的帮助，互咱伫人生的道路继续见证上帝的圣名。咱三甲为着几项事来祈祷。第一项，咱为着咱来甲上帝求讨什么是医治权能的祈祷，求上帝医治权能的气力，搁一摆赏赐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的生命带来帮助，互咱的生命无论嘴所讲、骹所行、手所做的工，拢会当带来帮助，带来医治的权能。咱做伙来主恳求，爸上帝。阮主你求，无论过去阮所拄着什么款的创伤，每一日阮所面对身躯的痛痛，或是精神的压力，主啊，阮需要恳求你医治的权能。你的医治要互阮的生命会当更加完全，通互阮会当带来对主你遐来的荣耀，来荣光主上帝，服侍人。爸啊！阮的主啊，爸爸，阮要经历上帝你医治的权能，无下次的敬拜，是用阮的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主啊，阮经历这款何等奇妙的赏赐，阮恳求上帝你伫阮的生命中间，伫阮的身躯顶面来彰显上帝你医治的大权能，互真更较侪人会当来见证上帝，继续为主你跑走天。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第二项，咱要来为着咱本身信仰的生命，会当更较确信这款的信仰。我非常感谢主，上帝互咱伫祈祷的内底，有最亲近主的人，伫经历祈祷所带来新耶所在。最近咱看见伫教会内底，嘛有几位青少年。因开始咧经历信心的宣告，需要有一个确信的信心的气力，
咱来做伙来援助困求，求上帝帮助咱，帮助咱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青少年、小朋友，拢通经历信心确实的祈祷的开展。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主伫阮的生命中间，阮需要主你，阮需要伫你的面前谦卑来到主你面头前。求上帝你伫阮的生命中间，伫阮身躯生命人生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地区，阮拢会当带来医治的赏赐。主啊，求上帝你毋若赏赐阮，互阮有信心的祈祷，嘛互阮的祈祷，互阮的生命拢会当带来全心全意的信靠，互阮的祈祷学乐拢会当带来全心的学乐上帝。主啊，求上帝你透帮阮，伫阮的内心有侪侪拉伤误会，侪侪捆绑阮的生命的代志，阮拢求上帝你亲自甲阮医治，带来改变。因为耶稣基督是为阮带来生命拯救的主。主啊，阮感谢主上帝你通过耶稣基督，要为阮的生命带来新的突破。求上帝你嘛引带阮，互阮的生命毋但会当带来新的突破，嘛帮助阮伫听候上帝你新约伫阮的生命内底带来复原的事。恳求上帝你，互阮知要安怎样伫生命风暴的中间、暴风风雨的中间，互阮伫野影的生命中间，阮更加安静落来。互阮伫对敌的面头前，阮知上帝你为阮摆设恩赦，要互阮赢至一个新的稳定的所在。主啊，阮的上帝，阮的生命需要新的突破。阮相信，阮着爱保守阮的心灵伫你的面前，通得到主你的接纳。爸啊，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有主你的疼甲快乐，大大充满伫阮的灵的中间，无有忧闷，互阮的心常常决志为主你做美好的征战。当心伫你的面前，主你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牧师嘛要邀请咱三甲各一摆做伙来为着咱个人身躯的医治的快乐来献上恳求，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常常渴慕上帝圣神医治的权柄，伫咱的生命中间，各一摆为咱带来新约奇事的所在。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管的上帝，你是阮上了解阮生命需要的主。主啊，阮的生命若无你，阮毋知阮要安怎样行伫上帝你听人生的道路。求上帝你赐福阮，帮助阮，互阮的生命常常活伫你人生的道路的内底，会当带来快乐，毋但带来望，互阮会当伫生命中间常常超找上帝你新约所在。主啊，阮的生命若无复原，阮的生命若无明白上帝你要紧的意思，重新得到复原、重新全心清洁的生命，阮无法度通为主你跑走天路。主啊，你起初创造了阮，甚至伫阮的头毛，你拢甲阮所算过。主啊，阮未开嘴以前，你嘛知影阮心内所求所想。求你应允阮伫你面前一切所需要的，通拢带到伫主你的面前。上帝，你是医治阮的主上帝，求上帝你将这款的平安的应允赏赐伫阮的生命内底。主啊，我要感谢你，求上帝你赐福阮，搁一摆将这个平安毋但赏赐伫阮的生命，嘛搁一摆带来为阮的生命带来平安的所在。爸啊，我相信你全能医治的快乐，你所创造宇宙地球的一切，虽然疫情捆绑阮，虽然侪侪疫苗的注射的过程、接种的过程，阮毋知上帝你的心意伫叨落，但总是阮较无医治的权柄，搁一摆伫阮的生命中间来显明。上帝，你的恩典够也万用，阮要全心全意降服伫你的面前。愿你的旨意搁一摆伫阮的心上来显明出来。
当阮较无进入伫上帝你甲阮三角同在的内底，阮的心搁一摆尊重你，荣光归予主上帝，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第五，咱要继续，牧师要邀请咱来为着咱的朋友、咱的亲人，当因伫痛苦的内底，灵魂需要得救的中间的时，咱需要搁较侪祈祷，为着咱的亲人，为着咱身躯边的人来献上祈祷。非常感谢上帝，看见伫咱的兄弟姊妹，当因的身躯有痛痛，带入病院，上帝嘛引带因平安倒转，这拢是上帝平安的手术。咱做伙搁一摆来祈祷。主，阮的上帝，亲爱的阿爸爸啊，阮已经无法度通承受遮的病痛，甲为着遮的病毒所带予阮心内忧愁看落的心。阮只有单单亲像圣经内面，当迄个摆卡的，甚至青梅，当因意爱来望着主你的衫来求讨主你的医治的时，主啊，阮相信，阮相信上帝你要恢复，互阮的生命得到健康。愿上帝你赐予阮，若有信心，互阮伫自由的内底，通得胜，继续为主你行头前的道路。主，阮伫你面前，特别阮恳求上帝你。开阔阮的心，互阮所经历一切苦难，阮知上帝你要帮助阮行过。阮相信你所互阮担当的遮一切，拢是上帝你互阮有法度通堪得、通经过。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相信你的权能，你会当改变，你会当翻转，你会当改变伫阮所拄着的环境。我们用信心来靠着主你医治的应允，来为着阮的朋友、阮的亲人来得到医治，来恳求上帝，求上帝你亲自来医治、固守伫阮的亲人，伫伊身体有软弱、有软弱的，阮拢求上帝你亲自来医治、固守因、引带因、帮助因，互因行过人生伫黑暗的道路。主啊，阮相信。你是尊贵的阿爸爸上帝，阮对你的疼阮的方式，阮非常感谢甲懊恼，因为阮相信，阮的生命对幼稚到破碎，甚至进入成熟完整的阶段，拢是上帝你平安的所赐。主啊，你袂互阮得到欠缺，你要赏赐互阮伫两者中间得到永驻。愿上帝你赐互阮，帮助阮，因为阮。是经历着主你三疼的关系，阮是经历着上帝你稳定赏赐的行日路。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赏赐阮平安甲健康。同心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愿上帝赐福咱，伫咱每一摆会当来到伫主的面头前，咱拢用祈祷、用听、用安静的心，用宣告，咱三角经历上帝平安的所赐。愿上帝赐福咱大家，愿恁平安。